強國啫喱蛋未煮就硬，內地咩都有假，南京呢啲蛋都仲未煮，蛋白已經好似啫喱咁，倒極都唔出啦。回來給寶寶做早餐吃的，他後來是直接水煮的，在水煮吃也不知道一個，沒有打開，沒剝蛋殼的。後來昨天晚上呢，這個雞蛋呢要蒸瘦肉，打開，哎，這個蛋清倒不出來，凝固在一起的。開頭仲以為係隻蛋擺得太耐，點知打另外一隻又係啫喱蛋，佢驚買到假蛋，返超市理論啦。來了一個可能也是什麼部門主管之類的，他們一開始說是那1賠5賠給你們吧，他肯定自己心裡也在想，可能雞蛋會有問題什麼的，要不然他也不會這樣說了。後來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後來又來一個說不能賠的了。記者陪佢去多次，竟然得到咁嘅答覆。現在這種雞蛋的話，它出來上下冰雞蛋多少都會有點問題，因為這個東西它是內包裝的，我們也看不到裡面的東西，我們不可能每一個去打開來雞蛋檢查。最後超市以5倍嘅價錢賠償，又話會向供應商反映。至於啲蛋係咪假呢？超市抽起咗，驗唔到嘞。